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马祖廖景是伫高速公路的西里服务区来集合出发，原来是分林在地光复宫的马祖，佫叫做是国道的马祖。今年已经是第7年，廖景高速公路要来保庇大家行车平安。即届为着武汉肺炎，是提早来廖景，要甲信众安定心神。信徒拢规日担要软脚骹，希望会当得到马祖加持，后边还佫袂少人咧排队。永利分林西里光复宫马祖，绕境时间拢伫3月，今年特别提前伫2月23出发，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希望会当保庇信众，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从这里做一个开始，那往北往南在整个国道祈福保平安，希望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够一路平安顺遂。今年除了保平安，伫大家为着疫情人心惊遐时，嘛要来帮信众安定心神。光复宫马祖，佮有国道马祖的称号，已经连续7档西国道每一个服务区，以及沿路的公路警察带队。大家都可以共同努力，把交通安全做好。那在马祖的加持之下，能够到国道平安。虽然也会持续落南到关庙、甲高溪，希望会当帮大家祈福，降低意外事故的发生。